晚上好。对呀，你看，我就说今天避免不了啊。真的是避免不了啊。早上晚上好。不用了，现在不用了，现在不需要了。为什么呢？等于快11点重开，可以撑到12点。一个封面的。现在要改一个封面了，看到吗？晚上好啊，好久不见了。
在吗？你的歌我播了哦，本来就会播的，只是按照顺序来，好不好？有心脚步，看得清楚，有很多可疑的因素，不喊你，让你迷途，考验我爱的程度。高楼电梯，霓虹深处，不懂在人群人在人不在歌不在，没关系啊，给他播完了。我在你背后挡风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插在我心窝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一路到长空。啊，当做听歌也不错。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深处，不懂在人群很拘束，拉着我，不要飘走，我在你背后等风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插在我心窝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，一路到长空。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管你是装满多少困惑，我绝对不会对爱你放手。将会到达那开心的人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拥有你，插在我心窝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保护你。机车都冲得比我凶。你是我的花朵，就算你身边很多小石头。你是我的花朵，我要爱着你，不眠也不休。换封面换一下啊！对，那时候是白天嘛，对，我们下午5、6点开播的时候，天还亮着啊，对，那现在天黑了啊，是不是？换一下嘛，换一下嘛，对，反正我封面很多张啊。对啊，主要是封面太多张了，对，换一下嘛。
你好。泰山南路100巷。好。不会是38号吧？哈。啊？你不会是到38号吧？哇，泰山里面咯。对啊，我知啊，100项嘛。啊。唔是38号吼。无啦，100项。哦。全家，还有你个路口你厝的咯，啊。所以你哪会讲这么几项啊？泰山就是安尼啊。无，我是讲你不是啊泰山仁爱路100项嘛？对哦。对哦，我讲袂是后壁是38号吧？讲算笑的，我是讲你后壁应该唔是38号啦吼。哦，我唔知。38号是什么意思？我唔知啦。无啦。无，因为我较早住遐啦。哦。所以我诶，所以我开始问你讲，应该唔是38号啦。我是要报外号码，可是我感觉泰山100项。免啦，免啦。是迄个所有人坐车也好，我上简单的啦。
600先给你哦。对，就是这东西，哎呦，掉了一张名片，不重要，把它丢了。来到这边，对。鸟不生蛋，狗不拉屎的地方，我决定得自己开出去了。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. 25度。潜入地球，海的过程像保留永久，脑袋一直找着出口，水晶里面泡个温泉，疑似飞得越来越远，深深海滩中一个音浪，自由穿梭在地音之上，音浪太强不晃，会被撞到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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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。我觉得这边变得好多了，这边中间的一些工厂全部拆掉了。穿越黑洞，跳水跳到末世太空，新的开头，新的宇宙，接受这个流星的自由，喜欢节奏越来越重，越来越猛，越来越凶，冲撞不动站不住，音浪一直来不及这个动乱自己说，我们直走看看太强不晃，会被撞到地上，音浪太强不晃，会被撞到地上，音浪太强不晃，会被撞到地上，音浪太强不晃，会被撞到地上。来这边过来就是新庄了，往前走就是新庄。新庄泰山就是这条新北大道做巡走，就跟着音浪一起流动。这边很多都拆掉了。我记得这边还有一个扛棒很大，什么庭园式卡拉 OK 什么，庭园式 KTV 啊。对，虽然从来没有进去过。
穿鞋东西了。看一下我去那边走远。扑通扑通，扑通扑通扑通，扑通扑通。现在工商时间，不管大雨倾盆还是路况百转千回，我用排档歌弹唱城市最响的情节，看透这浮华的人间，我从不感到疲累，加速前进。这首歌叫《飘过五月的灵魂》。加速前进，在这高铁丛林里狂奔，我实现极限，在这梦想与孤独的灵魂，引擎声是我的唱歌，轮胎擦出火红的余温，
谢谢哦。你好，你要到哪边？我到泸州九重街，好。家布花冰柜。你走布花冰，然后走九重街。我想说刚刚绿灯你怎么没有开？绿灯怎样？我说刚刚绿灯啊，那你上车的时候已经变红灯了啊。没有，我一直在拦你的时候。你拦我的时候是绿灯，然后你还没讲位置，所以我不敢动，我不知道我要直走还是左转还是右转，所以你讲完的时候已经变红灯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是说刚刚在那里的时候，怎样？刚刚是绿灯，我想说奇怪，你们摩托车没走，然后车子怎么还没走？哦，你说我前面我前面有一台摩托车挡住我啊，对他没有走，我怎么走？我想说很奇怪，你有没扒都绿灯的啊，我没有扒人家的习惯。对，等下扒了他吓一跳跌倒，站在你身上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所以还好啦，我就不喜欢去扒人家喇叭，除非他真的有没有蛇形那种的啊，危险的，对。那只是有时候会，刚变绿灯的话，我们都要等一下，是正常的。可是如果等太久，那当然要扒他一下啊，
咱搁一行吼，啊，差不多到倒位，你啊先甲我讲哦。对对对。哎，你要没关系，你到时候跟我说，你就他先跟我说就好了。他简单先行到底就对了啦吼。对。哎。然后走右边那条。右边这条。哎，直走。直走。这样，然后走对面。然后红绿灯对面，过红绿这边吗？左右边哦。右边这条也是9层街的。对，我知道。那左边这条也是吧？对啊。对啊。所以这条街还蛮乱的哦。对啊。这边旁边，然后
因为绿灯为什么不走？当然是前面有车不能走啊。其实我看他上车的时候还是绿灯，但是我不晓得他至少走哪一边。对，不晓得他走哪边，那就当然不能动啦。走错。对，等他讲出来地址的时候，靠，已经红灯了，来不及。小巴啦，你那首歌哦，因为都是英文字，要等一下哦，不然我看不到。看无啦，把手挥一挥看无。但是你应该也听不懂我说的话。因为你只会整歌，也不会跟人家聊天的，所以你应该听不懂我说什么话。这个吗？等一下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，等一下。又要原路返回了。其实我们刚才经过那个河滨公园，它白天其实是很漂亮，等到晚上就是暗迷蒙。这边旁边就是那个福宝家商，棒球队很有名的。对，张世佳就是先进学校毕业的吧？
是旁边就是一大堆那种河滨公园啊。苏伟晚上好。不是哦，这你好像问过了吧？你有问过吗？我不是5688哦。你有5568穿制服吗？对，我不喜欢穿制服。对，他们是那个新北环状线的捷运。台北对。不过现在这个地方是叫新北市啊。要几点哦？礼拜5到12点。还好啦，洗就好了。去看，如果来到台北市的那个信义区，你去看就知道，哦，很多人呢。礼拜5晚上。星期5晚上，推开办公室的大门，我们把 party night 快活路上别塞，让快乐冲上我心泛红海。明天不用上班，现在去哪一场？现在是星期5晚上。对，还有10分钟才是星期6，所以还可以对。
帮你播这首歌。看朋友转什么迷，大风沙走明天还要过来这边载狗狗啊。一个两个三个，排队追你一个，纪录片双击观看精心的程度，你的我的他的，这样才让人生有一个世界交给我们来开拓。换个场景，切换角度。没有啊，礼拜六还是继续开啊。我是全职的嘞。谁在瞳孔低着，唱着换我来着，让快乐声音是撞上脑袋。我们都是怪胎，别什么一点半，不会的，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全都是屌 baby， 心都不大，用死欲罢，玩在玩多觉得疲累，不再是练功累。Party on party on yeah，Party on party on now baby。离开了舒适区，多巴胺在分泌，反正要吃宵夜，在这个心自动的马拉松，照亮了心。就很奇怪，明明早就打包的，硬要从我右边转过去。怎么会那么奇怪？现在是星期五晚上。没有这种东西，这种摩托车真的是很奇怪啦，很奇怪。对，我在那边停红灯前哦，我就已经打方向灯了，对，然后变绿灯，他还是要从我右边转过去，这是很奇怪的事情。对，摩托车骑士真的是防卫驾驶的那种观念很奇怪。借给我，还有力气，我就不能让你们走。还有力气吗？我今天跟你们拼了！一点都不会累。
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。这个是固定我们礼拜五的关播歌曲。应该线上很多朋友都跑去睡觉了，好不好？还是感谢你们线上的陪伴哦。假期，大哥晚安啊！对，明天当然继续拼经济啦，是不是？想着你的思念，就像风筝断了线，对不起的世界，我忍不了你的视线，我已经看见一次悲剧正上演。仍然走在你的梦里面，我和你吻别在人的街，要不是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温暖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各位啊，好不好？身体健康最重要，明天会更好。风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，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。就在一转眼，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切，冷得连长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要多久？我和你吻别在人间，可风之下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荒蛮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感谢各位朋友、各位同学，好不好？各位线上的朋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